有一個姓郭的總鋪，伊的外號高手刀王。2019年到2024年，佇台北松山開一間泰國式的餐廳，拍開知名度。講想袂到伊閣較早進前，佇桃園中壢開餐廳的時陣，欠營業稅甲註納金，互罰款286萬。但是伊敢若納6萬塊。今仔日行政執行署向法院申請管收核准。道江快速有路，伊是高手刀王姓郭的總鋪，出事就減一支手掌，不過真熬出泰國料理。師傅的話，他們會有用這邊頂着，我沒辦法頂，所以說我就要自己要一樣一樣的慢慢的去試這樣子。所以這兩個是比較深的，所以留了差不多10幾年，還在這邊這樣子。2019年，姓郭的總鋪接受專訪，講到做食這條路酸甜苦險，不過這賣藥竟然欠真濟稅。這個月初10，去行政執行署申請管收允准。49歲姓郭的總鋪頭淡淡無話無句，準備前往看守所，狼狽模樣，甲進前做料理請遐有自信的時陣，親像換一個人。行政執行官調查發現，姓郭的總鋪進前佇咧桃園中壢開泰國餐廳，欠真濟營業稅含營利事業所得稅，包括註納金等等，才罰286萬。不過伊敢若納10萬塊，剩來都攏袂納。就佇咧這段期間，伊開始領真濟現金，或者是換太太保管餐廳收集隱瞞財產的流向，甚至佇咧收到報稅通知，規期要用銀行口座，當作無收集就無人知。不過行政執行官調查出姓郭總鋪2019年到2024年之間，佇咧北市松山區泰國餐廳買賣收集，都超過1億526萬。本分署認為他顯然有履行義務的可能，故不履行，以及他就因公強制執行的財產有隱匿及處分的情事。尤其姓郭總鋪態度爭議，面對問話攏堅持講經濟真歹，餐廳門口烏大路閣下伊負債累累，即馬無錢，歹交代餐廳賺的錢留去地，莫歹講現稅金的計劃，所以行政執行署桃園分署認定姓郭總鋪挑工隱瞞財產，挑故意違納，向法院申請管收允准，予伊踮看守所合法反省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